妹妹準備睇電視啊，妹妹。好興奮啊，妹妹仔！港女梁咬之適逢物種進化歷程上100萬年難得一遇嘅生物演變大躍進，當佢受到男性口水裏面嘅荷爾蒙刺激，我部電腦唔放水啊，妹妹。產生突變，變成全身上下3個尺碼都與眾不同嘅超級女人。好屌啊！我電視未開，唔識睇。為咗捍衞女性尊嚴，維護個人幸福，有志氣化身為正面，誓要全力以赴，冇電視睇。事務做到最好。係咁食尾仔。喂，又擒上去啦！